多谢孟俊、虎尾镇安庆国小主题镇平时拢会办大细项活动，配合儿童节。主题镇的囡仔想要改变永过办活动方式，并且这个实现当初主题镇选举时所提出来政见。今年特别邀请网络歌手林嘉安到学校去唱歌，并且配合各种单位举办草地音乐会，为活动策划到找歌手，拢是学生一手包办。 今仔含市长作为进行开幕仪式，宣布草地音乐会正式起稿。由虎尾镇安庆国小主题镇的囡仔精心规划这草地音乐会，可以跟同学一起参加活动。有多喜欢？1到10分？10分。 这一届主题镇为着要实现当初讲要邀请名人来到学校，这全部的执行拢是由囡仔家己来，展现办活动的实力。他们都要负责，或者有专题的活动，也由自治镇负责来推动。每一个干部都有他们分工的责任。有老师伫咧边斗3工，活动办甲真成功。真侪干部拢讲，对这摆活动上难忘的部分，就是和名人面对面直接，嘛讲学得真侪。草地音乐会，互囡仔对家己好朋友说市集、听音乐，嘛感受到真有气氛的儿童节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